帮我是2月6号，而我2月18。2月18。开纯灯一下，开纯灯。纯灯啊！关，真的吗？关灯好了，关灯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那个再过来一点。家人能够。这个是灯呐。好。希望家人能够平安，能够健康。快灭了。灭了。然后第二个愿望。你刚刚是封口。你看。灭了。吹灯就好了。灭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吹灯。先放。继续。然后第二个愿望，希望身边的人都能够快乐。第三个不要说，第三个不要说。好，换小军了，君君。我第一个愿望是，我身边的人都可以很快乐、很健康。谢谢。跟悠悠一样吧。好酷，在那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希望我的功课可以变好。